術崗位啊，高啲人工嗰啲位啦，唔係英國人佔據晒嘅啊。咁包括各行各業嘅伊朗人咧，都淪為呢個廉價勞工啊。所以咧就貧富嘅懸殊好犀利，佢啲民怨係好沸騰嘅啊。咁啊，時時都講啦，你壓迫越狠咧，就反抗咧就越猛嘅。不過特別係巴列維復辟之後咧，全面咧就走親美嘅路線。咁佢政治、軍事、外交、石油嘅開採同埋經營咧，全係由美國説咗算。咁啊，特別係強制咧要西化，即係將佢嘅伊斯蘭教嗰啲半咁嚴謹嘅回教徒，即係好鬼敬虔嘅，好鬼嚴謹嘅，一日祈都要祈5次。你請咗呢個印傭咧，你係要預啲時間俾佢祈禱嘅，即係5次，佢一定要嘅，一定要守啲齋戒日啊，諸如此類，又要戴晒頭巾，好多嗰啲宗教嘅禮儀，佢哋要遵守。咁佢啊，巴列維親西方親美咧，佢唔使啦，呢樣唔使，嗰樣唔使，咁搞到嗰啲宗教教士咧都好大意見話，咁你將我啲教義啊，將我啲教徒冚唪唥轉化晒，即係唔使信我伊斯蘭教啦，信你世俗教啦。咁所以啲群眾咧係好反感啊，咁啊同埋嗰啲教士啊更加反感啦。咁所以就普遍咧就視美國當時成日都喺度唱呢個大魔頭嚟嘅，呢個大魔鬼啊，大撒旦啊咁講嘅。咁啊講到伊朗嘅政教矛盾嘅時期咧，我哋講都係1953年同埋至到1979年啦。啊，佢政教分開咗嘛，政治就由巴列維呢一個極端嘅統治啊，同埋專制嘅統治唯佢獨尊啊嘛。咁我哋要提到伊朗有一個什葉派嘅宗教啊，其實伊朗大部分嘅回教徒都係什葉派嘅。咁佢嘅政治核心咧，有一間大學咧，就讀咗出嚟都幾有前途嘅。嗰間叫做摩姆神學院啊，係伊朗政府由好耐以前，就算王朝嘅時代都已經建立咗出嚟，係專係訓練嗰啲教士啊，俾佢喺度裏面磨練好多嗰啲教義啊，嗰啲經典啊。佢哋嗰本嗰本即係《可蘭經》啊，唔係摩門教嘅摩門經，係《可蘭經》。佢哋讀到要滾瓜爛熟，可以隨時同人哋可以宣講啊，即係咁樣先至喺個學院可以俾佢畢業。有啲要讀成10幾年嘅喺裏面。咁啊，要訓練嗰啲高級宗教學者嘅喺裏面。咁攞到嗰個學院嘅高級學位之後咧，就必須要完成長期嘅神學院嘅工作，同埋出邊嘅傳教嘅工作，亦都要完成所有神學院要求佢繼續嘅進修。當然你讀緊嘅時候嗰個教育嗰啲科目一定要過關啦，咁先至能夠成為叫什葉派嘅高級教士。咁嗰個高級教士咧，佢哋有個名叫做阿圖拉，咁英文叫阿耶阿拉，阿拉就係嗰個佢哋崇拜嘅真神啦。咁就係即係翻譯翻中文咧叫真主。嗱嗰個阿拉就真主啊，原來阿耶即係嗰個就係跡象咁解。阿耶即係頭嗰個字。即係話你呢一個教士已經變咗係真主嘅跡象，喺地上可以代表你係真主顯現咁滯嘅，即係有真主嗰個形象喺度啊！即係嗰啲信天主教或者基督教，我有天主嘅形象或者有基督嘅形象，即係咁差不多。但係佢伊斯蘭教又唔係簡單喎，即係你要讀10幾20年。考晒嗰啲真係好深奧嘅經典，同埋過好多關，先俾你攞到呢一個叫真主嘅嘅跡象啊！咁但係咧就我哋再俾大家知多啲咧，英文咧就將呢個阿耶阿拉咧就將佢撮為一個詞，
但係嗰個字咧，佢英國人係好中意搞下嘢，咁叫做阿耶托拉，所以叫做圖拉啊。點解第二個中文嗰個譯圖拉其實冇意思？就英國人搞咗呢一個咁嘅字出嚟咧。阿耶仍然喺度啊，阿耶圖拉就將阿拉個 A 字咧變咗 T-O 嚇，咪變咗 O 啊，將個 A 字改咗做 O， 咁就變咗翻譯翻過嚟啊，中文咧叫圖拉啊，所以就阿圖拉啦，咁個兩者其實100%相同嘅，咁大家要認識呢個霍尼梅咧，1953年至1961年咧，佢就擁有呢個咁嘅名銜啦，啊！但係當時咧，佢都唔係最高嗰個，啊！當時最高嗰個咧，啊！